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2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来台湾表演的俄罗斯芭蕾舞团8人验出胃着病毒，今仔其他44位团员会分3个航班离开台湾。一位苏正清廖国栋因为受乌西，互法院羁押期满，立法院会今仔嘛同意讲司法院会使继续羁押。法国总统传出胃着病毒爱隔离7天，伊的接触者有葡萄牙的总理，佮有欧盟峰会一寡头人。新闻一开始来看，今仔日增加2例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病例，拢是对美国转来台湾的人，其中有1位是咱国的女性技师，伊伫公司宿舍居家检疫的期间验着病毒，伊佮有1位同事嘛有出现症头，目前有9名的接触者，指挥中心嘛无排除讲即个有可能是伫台湾本地胃着病毒。再来，咱再来关心来台湾表演的俄罗斯芭蕾舞团52个人，有8人验出胃着病毒，嘛已经取消演出咯。昨暗团员为饭店搬到其集中的检疫所，今仔44名团员会分3个航班离开台湾。专车自饭店的员工通道驶入去，要接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团员去安心检疫所集中隔离。因为舞团的52个人内面，若加17新增加的4例，已经有8个人确诊新冠病毒，所以无确诊的44个人爱居家隔离。本来指挥中心安排因就地隔离，不过因大饭店不是防疫旅馆，所以市府要甲因送安心检疫所集中隔离。团员伫17下昼知影消息了，一开始无愿意换所在，要协调了，才伫暗时8点外分2批坐车离开饭店。不过一位美国籍的经纪人拒绝离开饭店，坚持要伫18坐飞机转去美国。疫情指挥中心昨夜证实，今仔日会用专案方式分3班机飞3个所在赶送回去。他明天大概会分3个航班，就是会到3个不同的目的地去。那我们会尽量的安排，那就是说让他们在飞机上面跟其他旅客有区隔，然后有专门的厕所，那另外专用厕所，另外他们全程都要戴口罩。让他们可以平安的飞回去。这边5个芭蕾舞团确诊的案例，也和指挥中心学到经验。以后若各有艺文团体要来台湾，就要申请艺文泡泡专案，用更加严格方式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莫斯科芭蕾舞团有8人验着病毒，传出讲舞团的中人质疑检验的结果，不过咱国内专家是表示 PCR 检测应该袂有唔对，其他的舞团的成员今仔拢会离开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是强调讲，这届是一届真好的经验，未来艺文团体来到台湾会要求检疫期满，搁再采检，确定拢无问题，才会使演出。原本按算伫台湾演出的莫斯科芭蕾舞团，因为52名成员当中有8人确诊新冠肺炎，取消所有伫台湾的表演。主办单位表示，舞团人员经过2摆采检，拢找台北症状团队进行。经纪人对检验结果质疑，所以国内专家认为 PCR 核酸检测是用被验证的，出错几率真低，无甲可能验唔到去。我们核酸检测，我们先验第一个基因。那如果第一个基因验出来是阳性，我们如果有怀疑可以验第2个基因。如果第2个基因还是阳性，那出错机会几乎是没有了。专家表示，2摆采检结果无同，有可能是第1摆采检量伤过少，验无病毒，也可能是有人伫个潜伏期，第2摆采检才被验到。目前舞团其他人员，台北市府已经将这舞者刷到集中检疫所隔离，按算18暗时全部离开台湾。本来就要向中央申请今天要离境，所以他们认为说，离境前1天为什么还要移至？这中间有一些意见的不同，但是后来经过沟通，他们也理解说这是饭店方面的忧虑。因为目前全球疫情依然真严重，有专家建议上好暂停10人以上大型艺文表演团体来台湾。不过文化部认为，这摆是真好的经验，未来国外艺文团体来台湾，爱检疫期满了后采检，确保安全才演出。是不是要演出啊？我觉得昨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呐，就是应该要确认再检出那么没有问题才可以演出了。另外，未来艺文团体来台湾，是不是拢需要做自处采检确诊？利用着强调，而采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这样平台，拢应做一个选择，可能爱搁较严格。
记者综合报道。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因为受诬陷，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司法院发函听询立法院，敢同意继续羁押。朝野党团决定要伫今仔议会来讨论，早起嘛达成共识，同意司法院会使继续羁押。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勘涉受所告的污钱，这个月22号、羁押期限到落，因为宪法征收条文有规定讲，立委伫会期中无经过立法院的许可，袂使掠人，也是拘禁。所以司法院顶礼拜就发函向立法院请求，同意延押苏振清佮廖国栋。今仔立法院的主席尤锡坤伫议会是问立委敢有同意，因为拢无人有意见，所以就答应司法院会使来延长羁押。再来看前2天，台中市长罗秀燕当面向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来表达民间拒绝莱克多巴胺治疗的立场。民进党是批评这是毋捌国际礼仪。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嘛表示，无希望因为个人的行为去破坏台美关系。也毋过，国民党是指出讲，当局在做高雄市长的时阵，甲当时是民进党主席的蔡总统，当年嘛是反对美国牛肉进口，批评立赢是两套标准。开放进口有300种猪肉的日子就要到啊！朝野持续攻防。顶一日，台中市长罗秀燕当面甲 AIT 处长雷英杰表达台中市民拒绝美国猪肉的立场，去互民进党批评是无国际礼仪。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日立法院受访的时阵，敢若表示，希望毋通因为个人的情形破坏台美之间侪年来拍拼的成果。外交关系，不管是跟哪一国，最注重的就是彼此信任。今天台美的外交关系是多少人辛苦努力了多少年，一步一步建立起来。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的情形来破坏了。国民党编出2012年，迄当阵做高雄市长的当局，嘛捌当面甲迄当阵 AIT 处长苏祖文的面，讲美国牛肉的议题，批评立赢是相同的标准。我们希望美国牛肉的问题能够创造双赢，能够在国际共同的标准之下，台湾人民跟美国政府都能够共同了解。再一次双标嘛，好像只有你们当执政党才需要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你们在野党的时候反美牛反得那么厉害，美牛就是毒牛。最近卫福部各医师苏伟硕反300种猪肉的言论，苏伟硕反击讲，蔡总统伫2009年捌讲来牛就是毒牛，捌带领反毒牛的大游行，有民众发起自首运动要乌烟。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10日去警察局自首，告蔡总统散布是安的谣言。我们的政府还放话说要关苏伟硕3年哈，那很简单，我今天也请政府哈，把罗志强也关3年，我陪苏伟硕医生进去关3年。但是附带的前提要求是，请把蔡英文也关3年。不断的强化美猪、莱猪，却回避莱牛、美牛。那你到底在搞政治还是在搞食安？我看不懂。不过，苏伟硕这个300种比毒品是还阁毒250倍的论文，嘛去互台大教授质疑讲数据是唔对的。苏贞昌回应讲，一切应该要根据科学的证据来讨论，而且要加一点仔理性，减一点仔政治。另外，针对台商之间咧流传讲中国的航空公司要求核酸检测的报告，袂当出现武汉肺炎的字，那无就看作是无效的文件。苏贞昌表示，会针对无共国家对用语的要求，互咱国的民众履行更加利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总统嘛传出为着病毒爱隔离7天，因为12月16日才甲葡萄牙的总理见过面，前几天嘛参加欧盟峰会，所以甲伊接触过一寡头人嘛拢爱隔离。Et nous remontons la pente parce qu'il ne suffit pas de dire que nous soutenons l'action humanitaire, il faut le faire en termes réels. 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咧确诊新冠病毒几点钟了，用视讯方式参加外交部的一场会议。这是确诊了第一遍出现，所落来所有的出外行程全部拢取消，会踮伫咧总统府爱丽西宫内面办公。Il s'est isolé aux moindres symptômes, et c'est exactement ce que nous disons à l'ensemble des Français. Et donc je crois que c'est cet aspect-là qu'il faut rappeler aux Français, c'est-à-dire que les mesures barrière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es, quelles que soient vos fonctions, que vous soyez. 路透社报道，法国当局认为马克龙正可能是这个月最10、11、2天伫布鲁塞尔参加欧盟领袖高峰会时阵感染。伫会议中，各国领袖拢有挂嘴烟，不过大部分拢正晚伫咧接触讲话。
这是马克宏12月初10甲后面执委会副主席普瑞尔蒂的时阵，本来有挂嘴案，要先提来吸手了，结果挂起嚟。Non, il est possible que il y ait des erreurs qui aient été faites ou des maladresses, en tout cas des fautes d'attention. C'est difficile. 法国已经开始启动接触式对中，最近甲马克宏有接触过的人，包括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的秘书长胡瑞亚等重量级的人物，这嘛也拢伫咧记忆中。另外，马克宏16日才伫咧总统府的爱丽塞宫，甲葡萄牙的总理今年59岁科斯塔见面。科斯塔要体检是阴性，自我隔离中，伊讲即马身体正好，无症状。42岁马克宏因为出现疑似症状被体检，再次正式感染。最近有甲伊近距离接触的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体检是阴性，第一夫人布里兹也是阴性，目前拢隔离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后面第17宣布讲，27开始，欧洲国家的民众嘛，就会当开始注预防针。德国第10日一天就增加952个人死亡。德国嘛宣布讲，接受到疫苗，就马上开放民众来注。全球第2严重的国家印度，目前有1000万宗的病例，有14万4000人死亡。印度政府是表示，上紧明年的正月，民众都有疫苗通注。就伫美国、英国等等的国家开始注新冠病毒疫苗了后，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普文表示，即马轮到欧洲啊，12月27、28、29，欧盟各地会开始注疫苗。Conditionnel lié à l'autorisation qui doit d'abord être délivrée par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sur base d'une évaluation positive qui serait donnée par l'Agence européenne des médicaments. Mais dans le cas où tout ceci se déroule comme prévu, alors nous lancerons le processus de vaccination du 27 au 29 décembre. 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表示，按算2日会召开专家会议，针对辉瑞 BNT 疫苗做评估，买手若核准，2日就会开始配送。27个会员国4亿5000万欧盟的公民就会当注。另外，欧盟嘛宣布，已经甲美国生技公司 Novavax 完成初步的谈判，确保注文到2亿剂的疫苗。德国10日创下过一日死亡人数新高的纪录。总理梅克尔希望疫苗的好消息会当赶紧实现。目前德国已经设立440个注疫苗的中心，部署1万的医护人员来提名，都等疫苗到位。Wir starten in Deutschland, so die Zulassung kommt. Sich alles so entwickelt wie geplant. Über den 21. und 23. Dezember erst die EMA, dann die Kommission. Wir starten bei den über 80-Jährigen und denen in den Alten- und Pflegeheimen. Und dann wird nach und nach auch weiter informiert, wer dann. 另外一方面，确诊人数要1000万，世界第2大确诊的国家印度，有超过13亿5000万的人口，嘛有可能在明年1月份开始注。所来这几礼拜，会有几支疫苗摕到紧急使用授权，按算明年8月初，疫苗会当互3亿人拢注有着。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4呼吁富裕国家的支持，替善良国家会当买疫苗，嘛莫家己囤疫苗。联合国支持的 COVAX 计划，到明年1月份，按算需要50亿美金的资金，为了确保全球拢会当摕到疫苗，目前资金还阁欠超过200亿的美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的东北部，最近是大风大雪，有14个州6000万人受到影响。麻州、宾州跟纽约州最近的落雪量嘛拢破纪录，严重去影响到交通。也毋过对一寡囡仔来讲哦，因说是会使趁这个机会来省雪。强烈暴风雪和纽约市带来90公分的落雪量，因讲是规年落雪量的综合。曼哈顿上东区积满厚厚白雪街路，铺满白雪平方公园，世界拢能看到家长带囡仔伫雪地内底享受冬天独有的趣味。It's been a few years since we've been able to take the kids out and go sledding like this. As you can see, all the kids in the area having a great time. You know, and you don't get very many opportunities to enjoy something like this. 暴风雪10人侵袭美国东北部，遍及14个州，6000万人受影响。纽约州宾汉顿市一日就降114公分的积雪，打破2年来12月落雪量新纪录。宾州降102公分的大雪，波士顿17日落雪量也刷新2013年所创的纪录。大雪伴随每小时80公里强的阵风，不少路树甲电线拢被底下去，陆空交通佫受大受影响。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17日早，一架精神航空的客机
要降落航下时阵发生掘出跑道意外，好在在机顶111名乘客甲机组人员无人受伤。今日是天气因素，取消的航班总共超过1800架次，并且有4000架次拢被延误。东北部部分地区的火车也被迫停驶，纽约市宾州的公路拢有连环车祸发生，其中宾州克林顿郡80州际公路的车祸不幸夺走2条人命。各地政府官员拢提醒居民，暴风雪期间若无必要唔通出外。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美国国务院前亚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嘛是拜登团队的高级顾问哦。之前是伫论坛讲到台湾议题，伊嘛强调讲美国小听台湾的立场，伊认为讲美国应该鼓励两岸和平对话。另外一位资深的亚洲专家葛莱伊，伊嘛建议拜登政府哦应该赶紧针对美国维护台海稳定做出声明。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明年1月就要就任，拜登的竞选团队高级顾问也是前国务院亚太助卿坎贝尔，进前出席线顶论坛时，重新支持台湾的立场，认为美国应该开放佮鼓励两岸和平对话。资深亚洲事务专家葛莱伊也建议拜登政府应该赶紧就美国维护台海稳定的持久利益做出声明。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be open and encouraging as peaceful dialog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 I do believe a degree of productive dialogue, quiet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s in everyone's best strategic interests. I think tha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ivately signal Beijing that the onus is on China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issues pertaining to 葛莱伊也认为北京爱停止对台湾的军事骚扰甲强悍，暗过关系美国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经过参众两议通过了后，送交白宫。总统川普阁表示，要动用法国权，爱将之通信断证法第230条，和法案通过出现变数。国会已经有一些很强烈的声音表达出，即使是总统进行否决，那美国国会还是会再度的提出继续的去履行，会通过它。根据法规，川普爱伫23进前做出决定，不过学者分析，这关系美国国防预算无甲可能无通过。另外，中国国台办所属九州出版社最近出版新册《两岸关系40年历程》，在他举办座谈会，参加人也讲到，涉台研究爱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理论上做出更较侪探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做血清的调查，中华关卫生局甲台大的调查，互卫生福利部认定违法爱罚钱。台北营政做的调查就无这款的问题。台大学者丁金团村是认为讲处罚毋是好的方法，应该爱沟通。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林贤是认为讲会罚罚钱，主要是因为听数的问题。台湾新冠疫情确诊头一个出现伫中华，为了伫第一时间掌握到中华的疫情发展，中华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合作进行万人的血清检测，结果阳性率是8.3%，显示一般民众伫社区相当的安全。台北营总完后进行血清的研究，检体是病院内底的患者，推算台湾血清抗体阳性率5%。同款是血清研究，但是安怎敢若中华卫生局叫卫福部处罚？他们认为他们公共卫生单位他们可以做，可是他们忘掉了现在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期间，所有的东西是中央集权，连地方卫生局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违规。其实它的结果是很好的，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合可，所以他这个是被罚钱，是罚在这里，是罚在程序。理事长王任贤坦白讲，罚的是听数问题。那台北营总血清研究的缺点，是因为采检的是来病院求诊的患者，无法度推测社区里是毋是有稳重的数量。台大学者金团村是认为讲，中华血清调查结果具有证实台湾检疫防疫政策有效等4项重要的公卫意义，对中华卫生局及卫福部认定违法，以犯到强硬的造成打击。我们今天罚了别人，一定会造成一些别人的挫折。其实在目前，假如说今天已经在罚的时候，已经疫情过去去罚，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那可是你现在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沟通。金团春强调，中华卫生局有得到抽回人的同意，已经有尽到通知的责任，只是无 IRB 的停事。在防疫的过程，爱互相信任，这原来显示有必要培养公共卫生专业素养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在疫情期间农粮署嘛要来组成防疫食品的国家队，希望业者用国产的农产品来当作原料，开发防疫的食品。目前嘛选出6间业者9项产品，会放伫合作的连锁店来卖。斗阵比战，甲大家讲这农产加工食品品质无问题。为应用疫情发展，农粮署甲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甲民间食品加工业者合作，组成国家防疫食品团队，以国产农牛做原料，开发防疫食品组合。目前已经评选出6间业者的9项产品，会伫合作连锁门市当中来卖。100%用国产的稻米、杂粮，用我们蔬菜跟水果来制造。可以让我们国人免于这些疫情、免于灾害的这些恐慌。用了一些科学的数据，尤其是在这个日穿透啦、热分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提供主要的呢，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科学数据的提供，来提供国人安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不过，各界继续关心婴幼儿美制品价超标的代志。对卫福部明定婴幼儿美制品的镉含量标准是伫0.04 ppm， 农粮署也搁一摆强调，会继续对合作的公牛稻米严格把关。超量的话，那就会造成人体这个伤害。我们在监测所有的稻米生产，完全都是符合，只要一检查到不符合的话，马上就铲除销毁。农粮署强调，稻米当中各种金属含量，相关单位拢规定，农粮署也伫生产的第一线做严格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电的协和电厂准备要伫家人填海造路，总面积有18.6公顷，要来起一座天然气接收站。也毋过当地民众是渐反弹，认为会破坏海洋生态。环保团体嘛是认为，这无应该是为了短期使用去影响到生态。环保署嘛回应讲会来收集各界的意见，伫环评审查的时阵来讨论。向海致敬，不替海送终。大声喊口号，拒绝协和电厂吞海造陆。台电协和电厂要进行更新改建，打算伫咧五步山吞海造陆18.6公顷去天然气接收站，引起当地不满，批评安尼性会破坏海洋生态，影响上万丛的珊瑚礁，一个保育类的海龟，电大也影响归人的渔业。李伟强调，绝对支持能源转型，也毋过无应该是替海上将。台电应该充分的说明是说，究竟有何必要去盖这样的一个18.6公顷的填海造陆的一个这样的电厂改建案，以及这个如果说它对环境造成这个严重的冲击的情况之下，你要如何能够寻求一个最小的方式？有议员质疑行政院长苏贞昌所发出的启动2050前零碳排的评估。不过，协和电厂将到2032年才完成所有的接收站码头，等于是运作18年了就会失去作用。在改建的7年期间，每天计有200台智慧刷石仔车来回过人市区，影响交通。环保团体强调，天然气只是过渡期的代替能源，建议台电规划普通式的接收站，减少对环境的冲击，不过无予台电接纳。针对后礼拜环评的初审，环保团体讲，伫19位委员内面，竟然只敢有1位具备环境风险加检查的专业背景。减少温室气体的目标，你其实天然气日后也要下降。那你日后下降，假设你当初是采浮动式的话，将来就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你们环评委员就没有地质的这个委员啊？地质专业其实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说，我们环评委员当然专长是有特定的专长，那但是呢，专长可能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再邀请专家学者进来。海委会强调，我去推荐关心海洋生态委员。环保团体讲，能源转型应该注重环境永续。议员也将2000份的联署书转交予环保署加经济部能源局，表达当地居民加环保团体拒绝吞海造陆的心声，希望会当研究其他可行的代替方案。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诈骗又搁有新的手法。台中有一个民众昨日去银行准备要甲定存的钱解约，要讲伊要甲钱摕去买1公斤重、169万的黄金。银行的行员是感觉代志怪怪，就请警察来了解，才发现讲这位民众应该是哄骗咯。也毋过以早诈骗集团哦，拢是骗现金，这届却想要骗金条。 男主看起来雄雄公公，讲话过于皮皮喘，来到银行想要解除定存，准备来买重量1公斤的实体金条，行员发现状况唔对，请来环境了解状况。不要动，我都不要动。你慢慢讲没有关系，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然后请你来买黄金，然后要交给他，是不是？ 男主坚持就是要买金条，还佫提出手头的字条，顶头写着侦查不公开，欢迎清查顶一样，甚至佫有一张歹徒透过通讯软体转互伊的传票，顶头佫当一个空团一支的囡仔，环境一看就是诈骗。 专案调查至今公正，这个那个完全是骗他，这个都是他们的话术，那个是骗人的啦。 这件诈骗发生伫这个月16号，加在行员发现状况唔对，竟然通报警方查落来。警方表示，伊用的诈骗拢是交付现金，这是头一次拄到要来交付金条。以前那个歹徒的诈骗方式都是到临柜去领取现金，因为领取现金必超过50万以上要登记，那个会有洗钱防治法的那个关系啊，所以。 他现在用变通的方式。警方表示，根据税制防治法的规定，无限金额50万以上的交易，拢爱身份来确认。歹徒为着要规避，因此要求以黄金来交付。提醒民众若是接到不明的电话，还是要提高警察来查证。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南投一个60岁姓李的查甫人，互指控讲不输鬼，对一个查某囡仔卡来手来，这个查某囡仔家属直接去闹人，甲这个查甫人拍甲重伤，3天后过身。姓李的家属嘛提出告诉，查囝互骗色的爸母，最后是以15000块交保。 查某囡仔伫咧巷路走走跳跳，尾仔走到 KTV 后门，有一个查甫人伫后壁出去，看查某囡仔的手向前行，边仔就是黄昏市场的便所。查某囡仔的家属指控，这个查甫人就是伫这个时阵对查某囡仔敢若有无规矩的动作，就甲伊拖来拍。我在开店，然后听到声音，去后面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地上了。代志发生伫咧13。 60岁姓李的查甫人甲朋友伫咧保利这间 KTV 唱歌，所互查某囡仔家属指控，伊有对囡仔无规矩的行为，甲伊拖去黄昏市场拍，受重伤送病院，昨日宣告死亡。死者家属有提出伤害等相关的告诉，那检察官现在依既有的事证持续查证中，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该死者是不是被怀疑？这个目前有另案在调查中。检方伫17上验，查某囡仔的爸母也被带转去侦讯，伫讯后分别15000块交保候团。死者家属讲，死里的查甫人拢60岁，已经做阿公啊，无可能对查某囡仔有无规矩的行为，要告对方。那个女生去牵我阿公的手，然后就是有牵到手掌，然后。 他就拿这个，然后说去告我阿公，然后他们就把我阿公打死，就架出去，然后把我阿公打到快死。在那个时候，他们打完之后，他们也没报警，没叫救护车。南投检方讲，对这件案件已经主动混案调查，男子的家属是要告对方过失致死。检方也要进一步确认死者死亡的原因。检方强调，疑似私刑也会涉及刑事责任，民众也是要用正常的方法报警处理，保障家己的法律权益。 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花莲县斗六工业区对外联络道路德位大桥，伫9月份桥骹发生火灾，专家检查是发现讲桥的结构受到损害，所以目前是等个停起，工程的进度嘛领先原本的规划是真济哦。明年农历过年之前应该会使完工咯。9月20号下晝7點外，要通往斗六工業區對外聯絡道的德位大橋。 橋下對地場發生火災，但因現場攏是易燃物，火勢一直到10點才拍火。後來經專家檢測橋梁受損轉紅橋，
文管府动用第2预备金，和岛内公所支出总共700万的经费来重建。这个主要的困难就是我们这只损害的6只羊我们在打除的过程中我们在因为场地的局限性，那所幸我们也刚好邻地的这个地主也很热心提供我们相关的场地让我们积极进驻在整个打设的过程，还有那个移除这些营建废弃物过程都有给我们很大的协助。公务处表示，第5大桥是接岛内行区的后道，每日通行的车辆多，为了安全和便利的考量，赶在1个月内完成重建设计和鉴定发包，已经在10月20号动工，目前鉴定的进度达到50%以上。我们这里大约预计在12月25号或26号开始做一个吊梁的动作，然后当我们梁吊上去，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往通车的目标为最大目标。公务处就讲，第5大桥桥梁部分受到毁害，造成阿妈头严重剥落，会影响到结构安全，所以要拆掉6基的大梁，重新施造桥面，会赶在明年旧历过年前完工，恢复桥梁通行，方便民众通往岛内行区来上下班。记者为你报道。昨透早，日军北军团南训中心有1位姓麦阿兵哥要登去部队赛车违规，互警方抓落来，发现讲伊规身躯拢是酒味。这阿兵哥拒绝酒测，嘛讲车毋是伊驶的，因为警方有录影的证据，后来是对伊开出一张18万的罚单。军方嘛表示会记2支大告。17半暝，一群人伫高雄凤山5甲1路宵夜食煞，准备赛车要走。毋过车才呾发动，车顶开开，就看到有警察车挖来，因随甲车顶切互花，等警察车经过了后才要走。毋过，这架车伫经过王生明路的时阵，连续违规红灯灯弯，结果顺道的警察发现。说他没有喝酒，但是我们同仁很明显的跟他在接触的过程，就发现他有酒味。对拒绝酒测的部分，就是按程序来做处理。这架车发现有警察车咧对，还佫超工驶去挖角，停车要避警察。毋过买手也是去互发现，警方表示，这个赛车的人是现役的军人，也就是29岁姓马的士官。毋过伊否认有赛车，还佫拒绝酒测。毋过警方早就已经有录影所证，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开18万的罚单，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袂当佫考驾照。依照我们现有的规定，拒绝酒测2大过论处，并且纳入太除。后续我们会针对这一部分，让官兵对于酒驾的防范与这拒绝酒测的相关的法则，会再加强我们的教育。根据警方调查，姓马的士官今年10月中才调去南训中心做班长，17透早是准备休假要登去部队。陆军第8军团表示，按今年修订军中的规范，只要拒绝酒测，就直接记2支大告，而且立即去态度的名单。了后，嘛会加强内部的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要限制伫化污水处理厂，无搁要处理外县市的水肥，引起汤圆水肥业者的反弹。台北市长郭文地昨是讲，汤圆为怎样家己无要处理？这个话，互汤圆市环保局长听到是真不满。呛讲汤圆市一年处理台北市24万吨的喷甲粪扫，汤圆一年送到台北处理的水肥上侪只有3万吨。伊讲到底是啥偏向？桃园市水肥工会礼拜三号召真济环保业者开车到桃园市台北市政府甲环保署陈情，桃园开放处理外县市废弃物，台北禁止外县市废弃物进入，桃园废弃物无所在通去。不过台北市长郭文体反对问，那无偏去桃园咧，意外引起台北甲桃园2个市政府之间的战争。地方政府不得以其他的手段或者这种技术的障碍来干扰，像他们的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像他们的医疗废弃物，来到我们桃园境内，我们也代处理它，至少超过24万吨。桃园市政府表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70条，规定县政府爱共同清除废弃物。台北接收桃园水肥量平均每年193万吨，桃园接收台北废弃物24.7万吨，新北58.4万吨。因为台北市长郭文体讲法太过刻薄。我还是强调，倒什么东西，如果倒的东西里面是有害废弃物的话，谁都不能收。你不能叫政府为了后倒要违法吧？重点是你的废弃物的内容物
台北市政府强调，废弃物清运内容要符合标准，免为原市合作做违法的代志。桃园市政府也回应，若经过抽验无符合立法污水厂进厂标准的水肥车，台北市政府当然应依照规定退运，不过唔通因为少数清运水肥品质无好的业者，否定其他依法清运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垃圾处理费透过专用的垃圾袋啊征收已经20年，垃圾量嘛大大减少6成。最近台北市教育界居民合作推出600万的环保袋啊，希望鼓励民众为源头来减少使用塑胶。粪扫车驶入去巷仔底，营业一放了，民众就摕到专业的塑胶粪扫袋啊，入粪扫车倒粪扫。台北市政府实施随地征收政策，即要满20天啊。这边甲有名的作家居民合作，推出纪念款的环保两用袋啊，希望会让自源头扩大减少塑胶的使用量。如果可以用吉米这个图像的亲和力啊，然后比较品牌温暖陪伴这样的形象，让拿到这个袋子的人愿意把这个袋子留在身边，也跟我们一样舍不得丢掉它的话，那好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台北市自民国89年开始改采随地征收政策了。粪扫量自原本的一天2931吨，到民国107年降到一天989吨。伫这几年拢维持伫咧一天差不多1000吨的量。台北市环保局讲，粪扫的量甲以前比减少6成。除了说能够活泼我们台北市的城市意象之外，那另外就是说也能够激起大家就一个环保的时尚，它能够重复去利用，达到一个减塑减废的一个效果。环保局讲，这边所推出的纪念粪扫底下会发出600万个，只要若定用一遍，就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差不多是大安市人民公园一年的吸碳量。不过，这种纪念款的粪扫袋啊，效果如何，也是要看民众是不是接受。记者综合报道。老人化的社会，伊讲个照顾员的需求是真大，也毋过人嘛是真歹找。最近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有7成重视照顾的服务员，因为职业伤害想要离开这道，而且有一半以上拢是45岁，大多数拢阁是女性哦。这个调查嘛使看出台湾长期照顾爱面对的问题。阿嬷，我帮你去先哭哈。伊是照顾秘书温吉宣，为23岁做长照的工课到今已经7年。不过做这道的，因为经济爱出力，所以加减会有职业的伤害。每一个家庭他们状况都不太一样，有些其实没有电动床，他们是那种木头很低的床。就像我们有时候自己扫地，你弯腰弯久了还是会很不舒服，所以对我觉得腰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地方。腰甲手等等是因常常受伤的部位。所以，伊拢会炸辅助的工具来减轻做工课一直爱出来造成的伤害。风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去年针对基金会内底200多个照顾秘书做调查，有6成至7成认为职业伤害甲工课负担大，是这个头路无法度做久长上大的原因。还是以中高年龄的照顾服务员，他的受伤比会比年轻的照顾服务员来得高。对，那主要除了他们年龄以外，就是他们的体力也会就是比较退化一点。以基金会做例，照顾秘书是以女性的比例较悬，平均的年岁伫45岁以上。虽然整体的薪水有起，嘛有照顾侪岁人技术相关的课程。不过，一般的民众对这个工课的价值，还有工课场安全的意识，也有真侪无了解的所在。照顾服务员这一块，就是政府这一面怎么去让民众有正确的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居家遇到家属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合理的要求，我们就会就是期待说，就是重新去跟家属做一些相关的教育。面对外籍移工来台湾的数量减少，国内爱安怎改善对照顾秘书职业的认同，还有工课场安全知识的教育，让少年的一辈会当做较久长，嘛是政府跟外界爱思考的。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每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长辈会变得很可爱，就是他会让我有想要留下来的感觉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大同分局中清北路派出所有一个警察叫做罗凯文，伊昨暗巡逻的时阵发现一间邻家厝火烧，伊赶紧四界去找灭火器，拢总用掉17罐，嘛甲火拍花，厝主嘛有逃出来无受伤。这个警察反应真紧，动作真猛，是真厉害。你们有没有灭火器？
有没有灭火器？顺道的警察发现人家厝着火，警察赶紧先用无线电通报，嘛请附近的民众到找灭火器，找到灭火器了后，赶紧为铁通拍火。基本上我到防火巷后面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烟有冒出来，然后火舌有从那个后方铁窗窜出。他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奋不顾身拿了附近的灭火器，就开始先行来做扑灭。那总共他前后后的灭火器用到了17根哦。加在大东分局中庆北路派出所的警察罗凯文及时到拍火，成功把火势控制落来。接续交互赶去现场的消防人员继续处理。迄当阵伫内底细小的兄弟嘛伫第一时间有走出来，加在无受伤。因为据现场民众讲，里面的人已经出来了。据当时逃出的2名男子表示是因为厨房正在烹煮食物那不慎，那导致这个里面那厨房里面有起火开始燃烧。平常时的训练拄好应付到，加上最近灭火器才打换新，加在警察及时到拍火，才无造成更较大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政府甲中山大学合作设计一种会使帮做事人来斗相共采收正成功的工具，咱来做伙来看卖。即阵仔味拢会柑仔蜜长咧大出，农民定定爱伫果子园头担担、手举悬悬，拿菜果、拿长身椅长时间做共款的动作。毋过因看起来轻松袂酸痛，是因为有派即个骹网的关系。以前是拢规个固定条的吼，了后就是手介酸转去了，尤其下班了转去手介酸，安尼了就有即个辅助了无？变做是讲会减差不多1/3的啦。你若是用力的程度的话你会加轻松较济安尼。农业师傅派一个亲像骹网的物件，双手骨固定。手举悬的时阵，不管是采收还是收机，拢加较轻松。这是中山大学老师设计碳纤维的材质，唔免用电池，规个较无2公斤。有一个机械式的省力机构。对，那这个部分可以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我们在手臂上绑了2个浮球，我们可以协助使用者支撑他的手臂，然后有这种浮动抬举的功能。因为目前农民平均的岁数较济，定欠人斗骹手。高雄市农业局甲中山大学合作研发，希望降低农民做事的负担。燕草、大树甲咱米农，有找做园甲迄个。果仔类的像咱即个小果番茄伊确实有效通协助农民长期野手的负担。即个成功的设备目前搁咧试验，未来若做会当改良上市，农业局搁要争取经费补助，互农民成功搁成立，避免职业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时柳丁长个大出，也毋过今年台南关店的柳丁因为病虫害，柳丁是落甲4价拢是，农民损失是真严重。本来因若准讲是客花所致，也毋过专家去现场了解，讲是病虫害造成的。甲你讲足惨的啦，到会了卖着落来啊嘛。都当了嘛拢。台南关店的柳丁当地收起到果子园，所发现柳丁落甲柜头卡，有农民表示，伊市面做4价外，过去会当收到5万外斤的柳丁。今年果子煞拢救起6个，柳丁收拢无有影艰苦。也今年台湾南部欠水，农民就怀疑敢是这个因果所致。经过农政单位去到现场会勘，确认毋是客换造成。判断起来应该是以病害所产生的落果的因素居多病害的原因依照我们病害的专家他们的判断是地虎病园区有看到很多黄龙病的植株。虽然柳丁落果甲欠水无牵连，不过也着改变现况，应变未来。但柳丁受损害的原因已经厘清，接下来农业主管单位就要辅导提供相关的资讯，予农会甲农民，通加强管理、改善政策来预防病虫害。记者综合报道。元旦节特别到南投水里农会家政班专工邀请老师来教大家利用一寡种子来做圣诞花环，种子袂歹，会使保存真久，做出来的作品嘛是真有过节的气氛。各种百样的手指摆几盒，这拢是家政班成员的姆阿姨对徛家附近田园四边捡来的，配合水里农会开办圣诞花环课程，请老师来教大家制作环保果水当吊时的节日装摊。头仔这环都袂晓做，
这烫着啦，对咧，念呢烫着。有影做了，大家拢收获满满。这个过程可以训练他们的像手指的灵活度。好，然后小心不要去烫到，然后你要捏很小的种子，把它固定住。另面就是西方宗教的大年节圣诞节，农会特别举办圣诞花环制作课程，整下12个月庆祝气氛。各用手指做装它，唔但环保，嘛响应绿色照顾政策。由农会提供空间课程，提升社区内老大人生活品质。像咱呐吼，咱若有食的迄啊吼，若讲早市的籽啦，啥物货咱就会甲捡起来、留起来。有当家己有啥想会甲念看卖啊咧，嘛有时会讲吼，那种算伊的，咱就老师回去教别人，因为老师较会晓想讲啥物做啥物形啦，做啥物形啊，猫头鹰啦，做啥互看的啊。大家齐心协力，然后收集这些种子，然后请老师呢发挥创意来教我们做圣诞节的花环。希望这个种子呢能够带给我们的班员，那带回家之后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朋友来分享。这阿姨认真的念手指，一个圆领领个环保的圣诞花环陆续完成。无话年对的庆祝气氛嘛愈高，家己做圣诞艺术品嘛增添节日的氛围。记者综合报道。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位台湾的文学作家林荣美，伊伫1987年写一条歌，叫做《唔通欠台湾》，唔但互真侪人真感动，到当嘛是真侪个团拢会来演唱的歌曲。林荣美真早就开始用台文写作，伊写诗、写小说、办杂志来推广台语文化。伊对现主席的台语文运动有啥物看法？那么做伙来了解。万爱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唱出当初家己参与社会运动写的歌，这条《唔通嫌台湾》是林荣敏老师伫1987年写的歌词。伊唔但关心国家社会，嘛足早就开始使用台语文来写作，推广台语文化运动。86年的时阵，我有几个朋友吼，才开始写文章，一直。要来推广这个运动，吼，然后87年，1987年，我办杂志啦，办杂志，来推广这个母语运动，尤其台语写作这个运动。除了台语的文学作品，林荣敏阁捌写过剧本、编过字典，写过台文输入法的电脑程式。伊讲，任何思想拢爱透过语言这个媒介，只有台语才会当完整表达台湾人的感情甲想法。原底社会语言就是台湾话嘛，所以你若用台语啦，尤其要创作文学啊，伊用台语来创作的时阵，拄上肉，表达的水啦，表达的准确啦。这是文学爱要求的。伫林荣敏30多种无同的文学作品当中，其中9000项11万字的言字类是台湾文学史目前为止上长的诗。而另外一本《菩提相思经》嘛是台语文学目前上大本的长篇小说。本地都有兴趣，所以慢慢写，看因的作品，然后来学习，来创作安尼。伊的作品足济啦吼，伊的作品，比如讲。诗啦、散文啦，吼，也是讲评论啦、剧本啦，足侪项拢有啦，吼。我会记哩，我第一届买伊的册吼，是买一首诗，吼。迄是写诗的基础啦，吼。我本身也爱写诗，所以我第一本买就是买伊的一首诗。推广台语文学运动已经30多年，林荣敏到当有源不断透过各种方式来推广台语，甚至家己办比赛，鼓励囡仔学习台语文。阮咧做迄个花金菇儿童台语文学，杨敏老师讲，伊做策划，我来执评，吼，我着其实工课嘛足济，毋过呢。做较足欢喜心的啦，咱做台语的代志，咱拢足欢喜的。林荣敏嘛观察到目前囡仔学台语的一寡问题，伊表示现主时台语甲拼音相过复杂，学习者华语甲台语的逻辑常常相落，严重影响到台语推广的效果。就若会当甲英语吼，会拼法，迄个发音法啦，
迄个符号甲英语是人讲一致去，哦，啊，甲华语一致去。哦，人客语其实好学的就是安尼啦，客语同甲英语甲华语一致啦。啊，台语就挑伫要用个无共啦，挑伫用个无共，则变歹学去啦。林荣敏表示，语言是文化基础。目前为政府甲民间，虽然豆有愈来愈重视台语，也是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空间。伊嘛希望未来国家会当尽量鼓励各种台语文的创作者，互台语文化会当成做生命内底的一部分。趁讲咱即摆还佫会府来救啦，还佫会府救伊啦，哈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近，东北季风过境伫台东市的出海口有爱鸟人士就发现有一只真特殊的贵东鸟伫台湾是毋捌看过。台东野鸟学会是认为，这有可能是互气流带来台湾行唔着路的贵东鸟哦，嘛写来真侪人来遮翕相。天拄光，台东市一个出海口有20几位鸟友摕着长镜头伫咧看对话，因为即几工传讲鸟来一只真罕见的候鸟。鸟友用长镜头翕到即只体型差不多15公分、毛的色敢若是刷无马彩的野鸟。伊的尾鸟甲脑的毛是黑色的，身体是葡萄色。台东县野鸟学会讲，这是一种分布伫咧西伯利亚新疆瑞蒙古顶海拔2500到4000公尺沙漠的墨吉，伊的毛有保护作用。冬天的背角较温暖的所在过冬。根据文献的记录，因过冬的所在应该伫咧北印度、阿拉伯甲埃及。这边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三条方向背到几落10公里远的台东。台湾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环境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锋面啊、气候啊，然后像台风的部分，都会把一些不是常在台湾出现的一些鸟，也都会吹到台湾来。其实记录的笔数也很少。那这个是公鸟的一个繁殖羽的部分。所准人讲，墨吉伫台湾有记录到的资料真少，伫2007甲2019年拢有记录到一只，因为因的体色有保护色，飞来台湾也较介意做山地土地活动。台东野鸟学会希望鸟友点点伫咧边仔甲伊看就好，千万毋通为着要翕相摕遮的物件甲伊食，较袂互伊食着无适合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一直有代用咖啡的传统。有的消费者啉咖啡会加出一杯咖啡的钱，送一杯互无钱通买咖啡的人啉哦。即马有一寡自费检验武汉肺炎病毒的人嘛，安尼做，加出一个人的检验费用，嘛已经有300多人受到帮助，会使验病毒。伫高雄外口，民众挂喙安排队伫等待接受自费的病毒检测。伫付钱时阵，有的人选择付2倍费用，要来斗相共无法度负担自费检测的人。Rimane una cosa sospesa e ne può utilizzare una persona magari che in quel momento o per diverse circostanze non può pagarsi un tampone come si usa a Napoli, una pizza, un caffè, in questo caso molto più. 因为当地私人检测费用超欧元30至45块之间，更较准的检疫费用阁要甲70欧元，差不多是2400块新台币，嘛互真侪经济困难家庭无法度负担。Attraverso uno screening di massa a prezzi limitati è possibile contrastare un aumento dei contagi. 当地非营利组织知影讲社区是感染病毒的高风险社区，所以发起大用检测的活动。每一个人的检测费用是18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621块。除了大用检测以外，嘛因为规年冬天拢因为疫情的影响，意大利罗马有酒吧为着要互消费者会当转换气氛，开始禁止消费者伫咧店里讨论疫情的代志。Che non vuole essere assolutamente negazionismo o non capire la difficoltà che il mondo sta vivendo, ma è semplicemente ritagliarsi un momento sereno. 意大利伫第一波疫情的时阵，是欧洲第一个去互病毒攻击甲上严重的国家。伫咧经过防疫真严格、封城令了后，疫情有较缓和。毋过进入寒冷了后，疫情佫开始拖甲真紧，互真侪民众已经开始挡袂牢去互疫情影响的生活。Però oggi basta parlarne, bisogna risolvere il problema, non parlarne. 这个措施受到真侪消费者的支持，就算讲无遵守这个措施，酒吧的业者嘛袂赶人。但是目前已经有其他的酒吧嘛开始对咧做这件代志，希望消费者伫咧食物件的时阵，会当暂时享受，莫受到疫情滋生影响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娟。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